生的上帝伫主日，阮来到主你的圣殿，阮同心敬拜。阮真欢喜，每一日阮伫你的圣殿，兄弟姊妹同心做伙，伫礼拜时领受上帝你圣神的充满。所以今仔日，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所有青年以及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就赏赐阮一份刚强壮胆的属灵的生命。主啊，互阮伫一生风影中间，亲像一堵树，是无人车会倒；也亲像一只船，是无人会通推翻的大船。求天父上帝赏赐阮的心是遐尼安然自在。主互因为圣神的同在，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享受你所赏赐平安真正的快乐。阮伫你的面前，奉你的性命设立祭坛，阮也献阮家己的声做活祭。阮要通过时光的学乐，通过阮今仔日诗会的带领，今仔日的礼拜，愿主你的恩典大大施落伫阮的中间。阮真欢喜，拄限足久无来，伫伊大学1年的时，阮会当个看到伊来到教会，甲阿嬷做伙伫教会做礼拜。阮要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今仔日嘛有施乐抱怨的阮的兄弟姊妹，因来到伫阮中间。阮恳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拢亲自对你所准备的，互阮的生命真正是够业。阮伫你面前咧感谢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
大家平安，平安。那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主你是卑微却很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这微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顺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你的圣殿唱诗歌敬拜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任性的生命，让我们在患难中学会忍耐，在困境中看见盼望。我们深信，即便四面受敌，也不致被困住，因为你的恩典必覆庇我们。在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再唱一次《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我的，在你爱的光中，我的
万国啊，恁着摇落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直地，恁着学落伊，摇落耶和华。圣诗25首，万军的主至圣的厝，请记入人专心。家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所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
顶是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日转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信公道教会，圣道的相当，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请坐，请坐。3角来，启文25篇。启文25篇，我要举目向山。我的房间是对耶和华。伊是创造天地，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蛇，不是你的脚无拄面。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是太阳无伤你，暝是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你即时到永远。过来看，过来吟圣诗141首。请坐咧吟全首。祈祷，感谢上帝带领。新的一年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愿拢真顺利平安，用感恩的心来代表阮的心意。伫即个五花杂色的世界，
有真侪引诱甲迷惑，阮的心若跌到无坚持，真容易滑倒。求主固守阮有顺全的心，有主互阮正直的心，无行无好的代志，做基督徒的本分。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圣赞美请圣歌队。永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旧约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第4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迄个造成你的安尼讲，袂使惊，因为我救赎你，我捌叫你的名调你，你是我的。第2节，你对水中经过，我的确甲你三角之地。你经过江河，水的确袂淹你。我对火中行过去，的确无受烧。火焰永无到伫你的身躯。第3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爷，你的救主。我已经予埃及做你赎回的价钱，予古实甲西巴做你的替身。第4节，因为我看你做宝贝，做尊贵，搁因为我疼你，所以我予人替你，予列国的人替你的性命。搁看一位旧约，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9节。第6节，因为上帝捌讲，光着对暗里出来的，伊也有照伫阮的心，互阮对捌上帝的应显，就是对耶和华耶稣基督显明的听来得到光。第7节，若是阮有这个宝贝藏伫土里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毋是出伫阮。第6节、第8节，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困迫、危难，也无失望，拄着困毒，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以上正道一份论性的灵命，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平安喜乐、安稳自在。这是一个祈祷，牧师要通过圣经甲咱做分享，也提醒咱一份人性的活命，会互人有平安喜乐，会互人安稳自在。这毋是天生的，这是伫信仰中间所得到的快乐。特别是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盼望咱的囡仔将来因所拄着大风大影，因心头顶，因骹步，台语讲在我的意思就是徛会在。牧师特别用这张相片，一张树栽种伫溪水边，伊要照示果子。生命树是圣经中间用来形容一个信望爱，一个德性。第一，伫信仰中间的基督徒，用一丛生命树来表示咱的一生。树头若栽，就毋惊树尾透风台。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首先为着咱的囡仔代祷祝福，盼望咱的囡仔将来将在安稳自在。嘛，盼望兄弟姊妹毋通惊头惊尾。你会讲牧师无法度啦。有当时啊，迄个看路都毋知影啥物时阵就擦，伊就偷入来。
我心内就安尼做袂轻松。兄弟姊妹，若有上帝甲咱撒个地地，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信仰毋是参考，信仰嘛毋是一种的道理，信仰是一种的经历。咱来享受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做袂来的事，咱纯粹双手甲主讨。拄拜过毕业典礼，伫毕业典礼中间，叫这个学员伊拢会甲牧师讲，牧师你甲这囡仔祝福。真侪校长老师拢讲真水祝福的话。我咧想讲，我会当家己个囡仔讲什么？所以上帝我一个感动，伊甲我家己个囡仔讲。恁若拄着恁足烦恼的事，拄着足紧急的，比如讲拄着车祸，第一个时阵毋免惊，深呼吸。这囡仔听讲，牧师叫阮深呼吸，到底什么意思？深呼吸就是毋免急要去做代志的处理，因为伫你深呼吸的时阵，就是互你安怎退一步，冷静。我甲因讲，若是即时，恁走去外面，目睭闭起。看太阳，当咱目睭闭起望太阳的时阵，咱会感觉日头的光就进入咱的内底。暗时无日头的时，恁出去外面看天顶的星，但是爱拍开目睭，有时爱目睭闭起，有时爱目睭紧。伫迄个时阵，上帝要通过太阳、月亮来对咱讲话。你讲牧师？这是什么意思？这敢是一个比喻吗？是上帝的环境的中间，伊的圣神会对咱讲话。也这，你相信吗？你感觉经验到，伫你的心内有一个第六感，有一个直觉。后来你感觉讲，哇，当时迄种的感觉，真正是重要，对我有真大的帮助。咱做伙来领受今仔日圣经所予咱的祝福。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祷告，互我做基督徒安稳自在、平安喜乐。咱做伙来祈祷。万管能的上帝，阮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阮伫你的面前，除了敬拜，阮嘛发出祈祷。这个祈祷是为着阮的囡仔来求祷讲，祝福阮囡仔成长过程的事，因来当养成一种的态度，就是勇敢壮大。安稳自在，主阮知影，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真侪人天生就是高惊东惊西，有的人出世就安尼，啥物拢毋惊，但是戆拄拄。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不但袂惊东惊西，也互阮有属灵的智慧，通知轻重。主求你帮助阮，想使阮的生命要亲像一丛树。来栽种伫上帝你活命的江河，亲像启示录讲，这个栽种伫活命的江河，这个江河是对上帝圣殿流出活命的水。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无论少年人、老人，互阮拢平安喜乐、安稳自在。主你是阮的上帝，你也是阮代代倚靠的主。伫今仔日的礼拜，求托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将牧师所解说圣经的言语，成做人活我的快乐。主啊，你的罗卜无这种的能力，但是你的罗卜大胆对你恳求。主，你将这种的言语，就是圣经应允的话，变成做真正的福气，放伫我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头，伫因的思考、心思意念，搁伫因的情绪，甲因的心。阮伫你的面前安尼听候恳求主你的圣神对阮讲话，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论性是一种能力，论性嘛是一种态度。愿咱因为信望爱，因为咱有真实的信仰、信念，咱知影咱要安怎得到快乐。第二，上帝伫咱无仰望的时阵，伊赏赐圣神替咱讨开。圣经讲，伊的讨开要成做咱的快乐甲大道。第三，咱伫上帝的主爱、安慰、陪伴。当咱行过死命的山谷，咱感觉无孤单，因为上帝所应允的话，就是
逐世代做人的帮衬。我虽然行过死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奉主的名祝福所有兄弟姊妹，咱拢经历到以马内利的帮衬。咱拢经过上帝是咱伫人生中间的引带者、陪伴者。愿咱伫今仔日，咱甲上帝讨讲，主，互我当大人，互我长大成熟。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活命，应该有的记号。恁同意吗？一个真老练的人，迄就是伊经过大风大影所得到培养出来成熟的智慧态度。较大的代志，伊嘛知影豆豆啊来，对无？古早人甲咱讲急事看办，恁捌听过无？愈是危急的时阵，愈毋通四界撞，深呼吸，听候一下。伫你目睭开开的时阵是祈祷，伫目睭铁金的时阵是一个判断甲思考，看明你所拄到的情景是啥物。所以目睭开开的时阵发出祈祷，伫咱用祈祷了后，铁开目睭咧看的时阵，上帝互你讲，你看，这个代志，这个代志，这个代志，你都安怎来做？愿主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每一个人，咱拢真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咱敢有啥物种的能力会当成熟？圣经讲，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在爱里面没有恐惧，因为听就是最大的医治，听就是最大的生命的稳定的开展。兄弟姊妹，毋是人互咱的，毋是父母互咱的，嘛毋是牧师用真长的时间准备的讲道片的内容互咱的。真正的快乐是对天来，咱的上帝所赏赐咱。我甲恁拢是领受的人，我甲恁拢是追求的人。咱做伙做见证讲，伫阮的共同生活中间，阮看见某某人伊拄着大代志，但是伊遐尼安静，因为伊的上帝帮助伊。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的金句安尼讲。患难生吞忍，吞忍生老练，老练生恶梦，恶梦无至高见效。这是生命的5个过程。第一，人伫人生中间无可能无拄着无落雨天，无台风台天，无伫人的人生中间一定会至少会拄着患难。但是有的人拄着患难，就倒咧涂骹口，双脚直直准，那囡仔。安尼敢会解决代志？患难生吞忍，吞忍是啥物？吞忍就是一种的老练的快乐的开始。伊伫即个紧急的中间，无因为即种的患难用错误的方法。吞忍的人，伊会当控制伊的情绪；吞忍的人，伊会当控制伊的心思意念。所以吞忍的人，伊开始就有智慧，采取正确的方法，直到第一摆搁一摆的吞忍。伊就生出老练，特别运动选手，拢是伫迄个超过伊的体能的即种的操练的过程中间，忍受迄个重训，忍受迄个最压力，然后运动选手才会当将伊的肌肉，将伊的爆发性来发挥出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有一种的一个活命，即个囡仔需要训练，就亲像需要有一个教练带伊。安怎学习，才做一个真专业的运动选手。咱的老师就是圣神，听好，伫咱内底的圣神就是咱的老师，伊会对咱讲话。你若相信伊，你若静静听，你若相信伊，你就会信任伊，甲你讲，你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奉主的名，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降临伫咱。做伙听上帝话的兄弟姊妹，听入心，听入心。当咱听入心的时阵，咱才会伫咱的智慧顶悬，甲上帝圣神参详。伫参详的中间，你一定会做正确的决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老练的生命，人生就是老练。伊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无紧张，伊知影安怎保护家己。伊嘛知影安怎做善后的处理，
这种的人最后人生是一个有生命的冠冕，无见效的意思就是不虚此行。咱伫一生的中间会感觉讲无怨无悔。我的生命虽然毋是大富大贵，但是我的生命真精彩，我真感谢。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帮助兄弟姊妹咱开始思考。这个题目牧师毋是第一摆甲咱讲，其实恁若注意想咱过去的讲道中间这个分享的事，牧师已经甲咱讲几啊摆有关于一个刚强壮胆的信心，嘛甲咱讲怎样伫困境的中间来得到帮助。无几个月之前，牧师甲恁讲，在困境当中经历上帝，有无？伫困境的中间经历着上帝以马内利的同在，伫困境的中间看见上帝出手，伫困境的中间。互上帝伸伊的手，亲像天父，亲像老爸，甲咱讲：我的囝，你毋免紧张；我的查某囝，你毋免烦恼，对我行。伊甲咱抱咧，伊甲咱牵咧。兄弟姊妹，咱就今仔日，咱知影人生有两种的层面。恁会通听心理咨商师甲你讲，心理咨商师嘛会当讲一篇道理呢。咱即个毕业生中间有一个囡仔，伊有一种那。伫无爽快时，伊会也摕面讲刀，家己刮家己手。伫咱学员的阿姨、老师嘛拢有看到。后来，毋知是到底是阿姨甲伊讲啊，咨商师甲伊讲，有可能阿姨咧教伊做烹饪，咧做料理。伊讲你若无爽快的时阵吼，你莫刮家己的手，你着切即个红萝卜。即个囡仔就是喺毕业典礼中间讲出来，互所有的人拢足大的感动，包括伊学校的主任。伊讲，即个囡仔伫毕业典礼讲的感言，伊讲，我即摆学到一个，就是我伫困境的中间，我知影怎样用对方法来表达我的情绪，疏解我的压力。我无搁再要用美工刀割我家己，我会当安那，我会当切红萝卜，我毋免切我家己，我会当将我心中的迄个需要，我会当填下。去拼补一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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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讲安尼我就安静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心理咨商师会当甲咱讲即种的行为的辅导的话，但是更较重要，牧师要甲咱分享，就是当咱毋知要怎样办的时候，咱讲主耶稣救我，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有时超过，应该讲超过心理咨商师，也超过。即个精神疾病的毋是精神疾病，就是讲伫即个家医科，医生若发现讲你压力大到你家己无法度控制的时阵，家医师会真善意甲你讲，你会当食一种药啊，毋是精神疾病的药啊，是会当疏解你的压力，互你的情绪会当亲像肌肉的松弛剂安尼。你问牧师讲，你该知，连牧师嘛有压力啊。兄弟姊妹，这毋是信仰好甲歹的问题。人五花十色，七情六欲，人的生命有真多，咱无法度讲出来。愿天父上帝甲咱相交伫地，咱若听圣经的话，咱若查考圣经，咱若安静。愿上帝话赏赐你较大快乐，较大安静，好无？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拍开咱的心，咱甲主讲，我需要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恳求主圣神甲咱相交伫地。人生毋是天生的，当然人生嘛有遗传，为什么？因为囡仔拢是看父母安怎处理危机，然后伊将来拄着危机的时阵，真有可能就是模仿。迄毋是天生的，迄是后代的影响。父母的情绪控管会影响囡仔情绪控管。一个父母若伫伊有情绪的时阵，伊有法度真安静，用造就性的方法、造就性的言语来表达伊的情绪的事。伊的囡仔还要去读册，从细汉伊就养成某一种的特质，这叫做灵性。人性的灵命是对妈妈的胎，对妈妈的日常生活的情绪。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还来得及
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做囡仔都还来得及。因为圣经甲咱讲，老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这毋是规矩，这是享受幸福的福音。一个人若知影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你会通得到一种新的快乐。你为什么不要伸出双手来领受？老人甲你讲有一条幸福的路，咱就算做半信半疑，咱可能嘛会试看卖。我咱伫今仔日，这个圣神降临伫咱的中间，每一个人，这个圣神是对上帝来的力量。上帝圣神就踮伫人的内面。哥林多前书第2章，兄弟，倒去读，搁再读，搁再读。牧师常常讲到哥林多前书第2章，因为我对保罗所讲的圣神的帮助，写得遐清楚。伊讲，若有这个圣神踮伫你的内面，你就知影你的人情世事。然后这个圣神踮伫你的内面，你就知影这个天地宇宙中间的上帝。伊毋是一种的理论，伊是一种的画面。而且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恁拢也要背一句话：神为爱他的人啊啦，所预备的，恁拢要背啊。但兄弟姊妹，你担着这个上帝为你预备的这个圣灵的大能吗？兄弟姊妹。圣神的能力、圣神的甘甜，毋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咱家咧想的功课，是天天想、天天用，天天想、天天用。愿主甲咱三合伫地，所听兄弟姊妹，享受圣神甲咱三合伫地，因为这种的祝福是上帝家己亲嘴所讲的，这是一种的能力，这种的能力带来态度，这个能力是上帝所赏赐咱。所以经历着这种的能力，才当写出这句话啦。经历着圣神的帮助的人，才我都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伊甲我伫地，重点伫遮。伫寂寞的环境，伫寂寞的环境，因为伊甲我伫地。兄弟姊妹，咱的上帝甲你伫地啊嘛？今仔日个诗会手给长老的祈祷，互人真感动。伊讲伫即个五花杂色的社会，兄弟，咱敢毋是生活伫即种的时代嘛？愿主的圣神帮助咱，因为伊甲我伫地，伊就赏赐我开咱，因为伊是我的牧者，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在伫啥物人的手中？你讲在伫我家己的手中，有的人是安尼想。我若有拍拼，我就有。今仔日咱的人生，咱知影，咱爱拍拼，但是更较重要，在你上帝的手中。伊讲你若求，我就要支持你。一个先知叫做亚利米。顶礼拜牧师甲咱分享，我是谁，我的一生会如何？但是牧师的下半段无讲，牧师用一个囡仔跪伫遐祈祷，问上帝讲：我的一生会如何？上帝甲伊讲：你还未出世，你伫妈妈的胎的内底，我就已经为着你量身定做，我就为着你的人生有计划。那是顶礼拜牧师甲向日葵学院的同学讲的。这个先知伫旧约的中间，互人叫做爱哭的先知。叫做哭泣的先知，伊阁写一本册叫做《耶利米哀歌》。这个人为着信仰，为着以色列捌受苦，坐监，互人吞打。伊伫第2摆伫加勒的中间流目屎祈祷的时阵，上帝甲伊讲：你敢毋知我是造天造地、成就所有一切的上帝吗？耶利米书32章第2节、第3节。你若求，我就要支持你。搁落这句话，足水。我要支持你一项又大又难的事。哇！咱的人生若拄着天崩落来，大到咱无法度解决，遐尼困难咱无法度解决。
上帝讲，你若求，我就甲你讲解套的秘诀、策略、能力。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享受圣神伊所带来圣经的智慧。主享受这个开来，甲咱撒下伫地。那安尼，今仔日个礼拜的圣经会当带互咱心中信仰的功课。我要将今仔日的旧约甲新约串联伫一句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牧师讲到有3个，我要怎样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要怎样训练我的生命的灵性、性情、情绪、思考的方式、逻辑思考逻辑？我甲陈牧师，阮咧聊天中间，甲我的囡仔伫过程中间，我常常会讲到生活所拄到的代志。牧师嘛会甲因分享讲，翁仔某的逻辑思考若无共款，真麻烦啦。哦，一个人若是拢用感情咧讲的、浪漫咧讲的，伊当然会骂迄个翁讲，你是一个呆头鹅，你从来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浪漫。啊，但是中午会甲讲。你真没有理解，你怎么逻辑能力？你的思考跟那种跳跃式的情绪，人的生命中间，咱唔免奇怪，因为人本来人就有无共款的思考的逻辑思考。无论是对你的家庭来，对你的文化背景来，兄弟姊妹，你敢知犹太人的思考，甲新约的时代罗马人的思考逻辑是无共款的？我嘛唔知有啥物无共款。但是当我读圣经解说的时候，有的神学家就甲我讲，犹太人伊咧思考的逻辑是圆形的思考逻辑方式，啊，希腊人、罗马人因的思考逻辑是一针见血、直来直往、直白、线性的思考逻辑。我听了，我嘛抑阁唔知啥物叫做圆形的思考模式跟直线型的思考模式。总讲一句真简单来讲，咱人的逻辑思考。有可能受你的家庭影响，嘛受到你的老师的影响，嘛会受到上帝的帮助。反正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你要怎样将今仔日的圣经这话帮助我训练一个？伫2个月前，牧师甲恁讲，这个题目伫困境中看见上帝的救恩。牧师嘛要甲在座的青年讲，以后将来拄着困难。不要放弃，再多忍耐1分钟，代志就过去啊！你讲牧师，你有袂讲？再忍耐1分钟，代志无遐紧过。这是一种观念。坚持1分钟，下1分钟跟这1分钟会不一样。这甲牧师咧讲深呼吸的艺术同款。咱若拄着足紧急的时阵，深呼吸是互咱急速看办安静落来。伫咱深呼吸的时阵，上帝的圣灵就开始做工，伊要陪伴咱，伊要对咱讲话，伊要用健康的思考、正向的思考、智慧的亮光，放伫咱的内底。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拄则牧师就开始甲恁讲4个8个字：平安喜乐，还佫安那？安稳自在。该记起来无？拄着代志，你讲无惊，安稳自在，平安喜乐。愿上帝真做咱的一家之主，愿上帝真做咱的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敢若撒下伫地。今仔日旧约圣经讲，你唔使惊，意思就是讲你唔免惊啦。哦，无好听，唔是讲歹听的，无好听的音乐，唔是。咱真正用安尼咧讲台湾话对无？唔使惊，唔免惊，你唔使惊，因为我要救你。最后伊讲，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则无宝贝，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因为你是我的囝，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因为你是我所创造的。我要叫你的名，你伫妈妈的胎内，我就已经定着你的一生，免惊。兄弟姊妹拄着患难的时候，发手，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当我无法度解决我家己的这个心内的这个价值观念的时候，主耶稣，如果那是你爱我改变，主耶稣那是你爱我改变，
想使我开难。也即你敢知？即句话是认真面对你的困难，但是勇敢搁有仰望，甲上帝讨开难。我搁讲一摆，认真面对咱家己内心的情绪甲挑战。你会知影讲，即个情绪甲你的思考可能有问题，认真面对，然后认真互上帝将伊的答案做你的答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读这圣经。佮第二句话伫以赛亚佮接落去，伊讲啥？我看你做宝贝，我看你做尊贵，我听你。我看你做宝贝，我看你做尊贵，我听你。也即个咱来做一个祝福，好无？你甲你的边仔讲，上帝看你做宝贝，上帝看你做尊贵，上帝要听你。阿门。也即爱甲你的囡仔讲，爱甲你的喊你讲，爱甲你的大人讲。兄弟姊妹，这毋是好耍啦。上帝所想出咱的话是多有开力，圣经讲过再讲，上帝的话是多有开力的。咱来用上帝的话祝福别人。上帝看你做宝贝，上帝看你做尊贵，上帝看你伊听你。咱甲上帝讲，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我学落你，阿门。意思就是讲我知，我学落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就将今仔日这两句话，甲放伫你的心内。佮来，咱来读新约的圣经，甲咱讲，毋是出伫咱的开力，乃是出伫上帝的开力。你问牧师讲，写伫倒？今仔日的新约，你若注意听，你注意读。哥林多前后书第4章第6节，上帝捌安尼讲，这个讲就是讲上帝捌吩咐光对黑暗出来。咱伫心内面乌一边吼。天打落来安尼，规个人拢乌去，毋知安怎，目睭就光去。咱的生命无搁再看有光，只是太阳无做你的光，月亮暗时月亮嘛无做你的光，但是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真光。你捌听过这句话无？一个叫做以赛亚的人写的伊的以赛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熄。以赛亚是一个光的神学家。伊真知影，上帝光代表仰望，上帝光常常是伫黑暗中发出来。所以今仔日，上帝吩咐伊的光要对咱乌天暗地、绝境绝望的中间，上帝要用伊的光带咱出来。这个光嘛要照伫咱的心内，阿免嘛。搁落去。第4节、第7节的第2句话，伊讲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这是白话字单话的翻译。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但是伊的原文真正意思是讲，要做这个做是出来，意思就是属于上帝。极大的权能是属于上帝，属于出手。过落去，伊是一个另外谦卑的讲法。毋是出伫我，是出伫上帝。咱会当解决问题，是因为上帝甲咱相合伫地。咱有能力通解决问题，是因为上帝吩咐伊的光，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咱会当解决问题，是因为上帝真正就是上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信望爱。你甲上帝讲，我信。你是我的上帝，我信你是我的，我相信你所讲的话一定照安的成就。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信望爱，互咱脱胎换骨，真做有人性的基督徒。这句话爱真做你常常的宣告。红海为我开，当我拄着大代志，无法度排解，人袂当解决的代志。交予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红海开去。三位人做这个祈祷，摩西，这是喊过吗？圣经怎安尼写啦？咱无活伫迄个时代，但是伫这个历史的中间，有真侪科学家都开始用科学的角度咧去讲，
到底为什么？是不是有天灾地变的影响？所以红海上流都亲像堰塞湖，迄个山崩落来，土都甲砍咧，所以红海就安怎水都无去。咱唔免安尼去解说圣经，不需要画蛇添足。你若相信你的上帝是伫你逐种的困境顶悬为你摆设恩赦。代表讲，伫我的对着的面前，你甲我摆设恩赦。即句话意思就是伫我逐种的艰难困苦欠缺的时，你给我摆设天上的天国的宴席啊，叫做国宴。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相信所有一切能力出自上帝，所有一切解决的答案，嘛伫上帝的手中。求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牧师倒来到起头这张图，你我咱拢是一个独立的基督徒，你我咱拢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我咱拢像圣经所讲，是一丛树，该栽种伫溪水边。栽种伫溪水边的这个栽种这个字，这字足特别。意思就亲像讲，对迄个花骹，栽种的意思就是移植啦。你本地甲一粒种子，先培养伫一个花骹，但是上帝将伊对花骹顶悬给摕出来。该移植到什么地方？移植到那个叫做生命江河、活水江河。启示录22章讲，这条江河是对上帝施恩宝座、对礼拜堂、圣殿流出。上帝把这个花骹内底这个细丛树栽，该山栽来到这个满满的活命的江河。兄弟姊妹，当咱祈祷的时，就是甲上帝祷讲，主将我这个未大汉的，伫迄个坎内底的树栽，主求你甲我种伫你上帝国的活水江河顶悬。而且你敢知影？一丛树啊，无论是百年树、松树、五叶松，什么树啊，会当大只足水的百年树，伊若放伫盆栽内底。伊永远都香，对不对？独只有当伊落土，有够野水分，伊就快速成长。咱莫做一个永远食灵的基督徒，嘛莫做一个袂当大人的基督徒。拼命的读经，拼命的祷告，持续的读经，持续的祷告。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上帝祷讲。主将我放伫你活命的江河，就是圣神的活水江河顶悬。愿主祝福咱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上帝甲你医治。在座这青年，你们要找到一个活水江河，就是恁爱亲自到上帝的面前。生命都会遇到瓶颈，但是我的老师甲我讲，伊怎样克服伊的生命的瓶颈？这个老师不是真正我受过伊的课的老师，是伊捌写伊的日记。这个人是一个美国足影响咱专门咧解说圣经的一个四亿王子，就是用解释圣经的足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伊讲伫伊的生命最大瓶颈的时阵，伊心内足难过，但是上帝甲伊讲：你重新回到我的面前。学习2件事情：祷告、读圣经。这个老师是一个博士中的博士，因为伊专门咧教博士的。伊讲我所讲的言论是哲学，但是连我家己都未受感动。这种的学问对我来讲是很折磨，因为我所讲的理论，我家己嘛不快乐。上帝讲：你重新回到我的面前。所以，这个老师做一个足特别的代志，就是伊将伊的书柜拢关起来，意思就是伊暂时无要看遐真深奥的册。伊去基督教书房定心买一本拢无人掀过的圣经，下买倒来伊的书房。伊定心用祈祷读这本圣经。伊忽然目睭开，后来伊才做足出名的人。这个人，伊的故事是英语版的，但是翻译伊的
家己写出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日记的人，是咱德堂人，将长老捌伊，伊叫做詹新一牧师，詹牧师。伊大学的时阵破病，变做袂行路。将长老捌甲我讲过，因拢用三轮车对迄个高铁厝，家载来教会做礼拜。这个人后来去美国，伫美国读神学，后来做牧师。伊写一本册，上帝咧影响人，足奇妙。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亲像活命的江河，种伫活水溪水边，互咱会当亲像活命树，伫上帝伊的圣实的管辖的内底，咱当大人。吼，会记你拄则所讲的话，毋是出伫我，乃是出伫上帝。咱要成做一个会当享受人生的人，毋是出伫咱，是上帝将迄个幸福。上帝将迄个救恩，上帝将迄个活命的杯润得伫咱的喙唇，咱就担着主稳定的滋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不是囫囵吞这个圣经，是慢慢的播，慢慢的吞，慢慢的感受伊的味。求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咱会通伫伊的面前，咱当大人，伫伊主的即个讲。伫即个活命的江河上边所种的活命树，伊逐个月拢结果子哦。那即种果子树，农民上爱啊，对无？咱种任何果子，拢有一定的季节。伊讲即种的树是逐个月拢结果子，而且伊的树叶有活命的气力，会当医治人的气脉。愿主帮助你，成做一个有活命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活泼盎然，吼。伫今仔日牧师要用即句话甲咱讲三句，伫你要安怎训练学习，成做一个有韧性的基督徒。第一，恳求天父上帝用信念，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信心就是我甲你讲我愿意，而且信心就是一个无怨无悔、永不回头。无怨无悔，永不回头，死心塌地。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甲主讲？主永不回头，我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你若安尼决定，上帝绝对带你一路行到尾，一路行到尾。咱甲主祷讲，赏赐我信心，赏赐我死心塌地的信心，赏赐我死心的塌地。第二，赏赐我永不失落的盼望。赏赐我永不失落的盼望，袂付草不要紧，无需要个重复。吼，第三，赏赐我一项，就是永无主角的爱。无人会当计定我甲上帝迄种父子之情，迄种的亲情的爱，迄种圣洁的爱。牧师用几节的圣经来讲这三句话。第一，你若愿意放落一切来跟对主耶稣，这敢是主耶稣讲的。你若为着我放了一切来跟对我，你将在今生，你将在来世。现在你会记迄句话无？你若为着我放了你的产业，放了你的家庭，放了你的父母，放了你的产业，然后来跟对我，这种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不要不要，伫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较有遮好康诶，兄弟，上帝话是真诶，是现实诶。在今生得百倍，就是互你对少年到年老，你一比较，你感觉讲，若起头诶我，无可能一路享受遮尔精彩诶人生。上帝要我咱伫咱诶人生诶中间，在每一个阶段，死心塌地的跟随顺。每一个阶段，耶和华以乐，上帝给恁准备每一个阶段精彩的舞台，精彩的能力。求天父上帝帮助，这就是死心塌地的信心啊！约伯写的约伯记第5章第8节，你讲：论到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交托他。让这个背起来，这就是我甲向日葵学院同学
好像咧讲童话故事同款，闭上眼睛出去晒太阳。也这你敢知影晒太阳真正就是忧郁症的人所需要做的工课呢？啊，佫是一种人叫做骨骼疏松的人嘛，爱常常晒太阳。你讲牧师晒太阳较好用，比你食维骨力较好用，因为你食维骨力若无加上晒太阳，人没有自身修补的能力。闭上眼睛出去外面晒太阳，的确上是安尼。但是在灵魂顶管，当我们闭上眼睛的人，上帝阳光对迄太阳照入来，你会感觉在你的眼皮底下有微微的光。但是上帝，他穿透在我们的这些障碍，伊开始讲话，真奇妙。咱试看卖，将约伯的这个祈祷变做你的祈祷。轮到我要仰望上帝。我要抬头闭上眼睛，看着天上的太阳，云上的太阳。我要看见上帝为我发光。我要将我一生的事交托伊。兄弟，咱拢真平凡，但是当咱将咱的平凡的囡仔交予上帝时，金明兄金明姐啦，今仔在甲牧师讲，牧师，你敢会当对为阮大查某囝刘玉英祈祷？我讲好，牧师真欢喜为伊祈祷。我嘛要为恁的查某囝祈祷，嘛为刘玉成祈祷。因为将咱的囡仔带来到上帝面前，这本底就是咱做父母甲教会的使命啦。带咱的囡仔来到主的面前，像你今仔圣经讲，将伊的事交予上帝。有可能这个答案跟咱的答案无同款，但是唔免烦恼，因为上帝伫伊的答案的背后有伊特别的意思。虽然看做上好的无一定是上好，但是上好的确，上帝的确会照咱的亲人因所需要，该批判头前的道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伊要用极大的观点。要互我有这个极大的观念，老师拄则甲咱解说讲，毋是出伫咱，乃是出伫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囡仔，因经历着上帝极大的恩典、极大的仁慈、极大的观念，互因真捌上帝。因为真捌上帝是一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你相信伊值得你挖苦吗？兄弟，唔免讲出答案，你问你家己，他值得我将我的一生全然的摆上。兄弟姊妹，买唔拢是咱家己做决定，但是买唔咱的人生有真无同款。兄弟姊妹，试看卖，你愿意将你的一生摆上吗？求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将自己生命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因享受的是一个十字架的人生，这个十字架的人生有责任，有受苦，为义受苦，但是是充满了荣耀。求主教咱这个道理，你愿意吗？咱甲主讲，稍等一下，上帝互咱想，然后咱甲上帝讲阿们。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求上帝互咱永远有盼望。我要用一段圣经甲咱讲：伫你绝望的时阵，伫你感觉已经头前无路通行，咱伫迄个时阵有关坚持，勇敢听候，勇敢向前行。伊写伫罗马书第4章18节。这句话是保罗咧写伊的祖先亚伯拉罕啦。这句话是保罗，就是讲经过2000年后的犹太人，亚伯拉罕是伫主前公元前2000年，就是4000年前的时代的人。伊对伊拉克走到叙利亚，然后对叙利亚搁行路来到伫迦南地。亚伯拉罕，当保罗伫2000年后咧讲伊的祖先的故事的时，伊安怎讲伊的时代人？伊讲我的祖先伫绝望的时阵，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信仍然有指望。
这句话太宝贵、太重要。我做一个，即摆是老人，但是我咧看我的祖先，我感觉我伫我的祖先的身躯顶悬看到即句话的意思。伫绝望的时阵，要看见有光芒。兄弟姊妹，咱爱做即种的时代人，互咱的囡仔伫上帝面前看到真正的光芒。你愿意吗？你甲上帝讲，伫我不能，因为我无即种的智慧、能力、光芒。但是若你伫我内底，我的囡仔就看到光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咱拄着困局，咱无受困难。今仔日圣经就是安尼讲，伊讲四面受敌也不困顿，心里为难不致失望，是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和合本圣经翻译伫哥林多后书4章第8节，伊安尼写，伊讲四面受敌，就是讲所有的环境拢咧攻击我，但是安那？我无互伊困掉咧，我还是有一条活路，我的生命还是找到出路。搁落去伊讲，心里为难，不致失望。而且圣经的话遮尔水，毋是干那互咱感觉讲足水，是互咱感觉真正这是开咱，主帮助咱。第三，求天父上帝用伊的主爱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一生。用无主角的爱，让你的孩子跟你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爱中成长。我们在爱中继续向前，一代搁一代。求天父上帝甲咱做伙。拄则咱已经有讲，牧师甲恁讲，你甲你的边仔人讲，上帝看你做宝贝，上帝看你做尊贵，上帝看用伊的听你。会记得牧师甲恁讲，恁都爱搁继续做嘛？要说甜一点的话。让你的身边的人因为你的鼓励，因为你的祝福，你的一生幸福满满。兄弟姊妹，圣经是摕来家己用的，圣经嘛会通摕来祝福你的囡仔，甲你身边的人。咱首先甲家己讲，上帝，你看我做宝贝；上帝，你看我做尊贵；上帝，我知你听我。因为你是我的阿爸，天父上帝。这个听对咱开始，这个听对咱开始，对咱少年到年老到一生的路尾，咱做伙来祈祷。我命的主，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永远伫地。我命的主，因为你有我命，所以你才有创造这天地万物。你将你的活命活开，放伫所有这个世间的各种的活命，你也互这活命为你来活。主，阮伫你的面前听这圣经的话，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亲像一丛树栽种伫溪水边。主，想使阮的活命正做活跳跳，是一个会结果子，是一个青翠美丽、顶滚深深。有活命的一丛活命树，主你祝福阮的教会兄弟姊妹，阮所听的话会了解，阮心内困难得到透放，祝福阮对心中有这种欢喜甘愿的决志，甲主讲，主，阮未堪得，你不但值得阮敬拜，是因为阮未堪得，主啊，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我要敬拜你。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咱即时来吟圣诗456首。请起立吟全首。
咱来用这首诗歌做咱的祈祷。愿主的听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愿主耶稣基督的听，成做咱生命的快乐甲幸福的源头。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听是阮心中最大的快乐。你会听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有幸福。主你听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人的心就得刚强。主你会听，互人知你以马内利的快乐。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持续用你种的听，守住伫阮的兄弟姊妹的中间，互阮所起造的家庭。互阮同齐甲你同工所得到的教诲，因为你的听就充满平安甲喜乐。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阮中间有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心内有焦虑，无论是肉体有欠安，无论因所拄着的生活的操练、事业，阮恳求天父上帝。守住因快乐，主你的听，甲因排比；主你的听，甲因扶持。祝福因伫最艰难的中间听，就得到快乐。主啊，为着阮教会许大人年长的长辈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互阮渐渐加添年岁的时。虽然阮无搁再亲像少年人遐尼活泼活力。但是上帝，你所想事每一天的稳定，逐日拢换新。主啊，你互阮的稳定逐日拢充足。主你将以马内利的平安放伫因的生命中。主阮的许大人，因为主你的同在，因逐工拢有尊严、有平安、有喜乐。主你想事因逐工交给快乐。愿将阮的许大人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因，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也互阮的青年在爱中成长，在爱中长大。伫听的中间，真侪上帝你听的记号，将来因为伫这个世间，将这个听带互真欠缺听的这个时代。主你互阮的青年，伫你圣洁的听内底来成长大汉。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可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真欢喜，今仔日拄迄个小伟姐带杜涵来做礼拜吼，印象还阁停留伫伊小时候足古水的形吼，咱真欢喜杜涵今仔日伫咱中间吼。已经大一啊，吼咱真欢喜小伟姐今仔日杜涵。做伙来教会做礼拜，吼！咱感谢上帝。下面咱来为着几项代志祈祷。谢中兄今年这，恁牧师还未替这个预言祈祷的时，上帝已经听到恁的祈祷啊，吼！所以上帝已经知咱心中的期待。毋是干那为着预言祈祷，咱也为着刘玉成祈祷。牧师邀请咱兄弟姊妹甲牧师做伙来陪伴这个要做师资资格考试的咱的青年，咱来祈祷，吼，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青年已经
到伫就业的阶段，因嘛已经有家己的工作，但是因咧找因人生中间因所意爱，因感觉是因所选择的一条道路，其中有刘玉莹，有刘义成。主，阮伫你面前为着因两人来祈祷，因拢要为着师资考试来考试。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主，互因不但会当得到好的成绩，主将来嘛互因做好的老师。主，今仔这个时代真需要有好的老师，无论是伫教会内，伫教会外。主，老师的工作何等的神圣，伊毋是干那一种知识的教育。老师就是囡仔的贵人，教囡仔读册，也教囡仔做人。主，阮两个青年已经选择这条道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主你帮助因，因为你本身就是大牧者，主耶稣你就是智慧的老师。主也求你将这种的机会赏赐予刘玉莹、刘义成。主，阮为着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阮甲因祝福，阮也为因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甲因开这个稳定的门，甲因开这条有价值的道路。阮将因两人头前的人生交伫你的手，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我嘛为着伫海外、国外的阮的青年，因伫遐咧经验跨文化的生活，无论是刘玉明、林怡轩、刘玉君，阁有陈恩君。主，你祝福阮的青年，当因到伫国外，伫遐经历着无共款的跨文化的学习。主，你互因伫人生中间，也当找到头前所要行的道路。阮将因交伫你的手，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来请即个福星兄来头前，咱做伙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生日快乐！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佳琪、信婷、品瑞、松汉、静怡，阁有福星兄。主，每一个生日的人，当阮恭敬徛伫你的圣殿的时，主，阮心中所知影的，就是上帝你的恩典教给阮用。主，你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主，阮伫你的面前，奉你的圣名来祈祷。主，求你用你的油抹伫阮的头壳顶。主，你填满阮生命的杯。主，你互每一个生日的人担着恩典的滋味。主，你互因手捧活命的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愿奉你的圣名来祝福因，伫过来每一个人伫365日，拢有主你的陪伴，也伫主你恩典的中间。因的脚脚就成做恩典的记号，因的身边就互人看到上帝你，伊的心上就互人看到因上帝你的光对因来发出。主，你互因伫众人的面前充满荣耀尊贵，甲主你的慈爱。亲像今仔日，阮伫圣经的祈祷，主耶稣，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施恩赐福，到代代无尽。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请师会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早起9点伫线上，暗时7点半伫线上。下周的聚会请陈忠成长老领诗听谢丽云姊妹，司琴请陈美秀接续，书言交代刘雨生、郭依玲接续，爱参尤雅丽姊妹。新眼光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具体交通，今仔日是中中大专事业事工纪念主日，请大家
主情大道甲奉献。第二，故何幼女姊妹曾无嫂啊，伫6月11早起安息主怀，敬请兄姐主情大道，愿家属蒙主听安慰。6月22日上午10点，伫台中生命礼仪管理处东海馆举行告别式追思礼拜。第三，6月27日，拜六上午2点半，妇女团契聚会，幸福到我的厝，地点伫陈永宏长老甲尤书伟老师的厝，请大家踊跃参加。第四，请咱为以下的生日的大岛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毋对，则按过价来更正。大岛事项：第一，为身心欠安专人剧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大岛。第二，为教会青少年心灵课业升学考试祈祷。第三，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大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民、林瑜轩、陈玉君、陈恩君大祷。以上参加来吟上营509首，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特别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